生哥好溫書咯，咪淨係掛住踢波，最弊肥佬咗冇陰功咯，同學亦愛莫能助。肥佬咗冇陰功咯，同學亦愛莫能助。生哥學咪書咯，咪日日掛住拍拖，顧住十幾科，科科喎，面蒙蒙一肚火。十幾科，科科喎，面蒙蒙一肚火。螞蟻亦要搵嘢食，做事確係冇益，少壯就要多努力，來日落自食其力。學生哥一個個，我哋日日記住隻歌，人多多 re mi re do， 齊合力唱永同過，齊合力唱永同過。歡迎晒有 Hot Cha、William Chan 同埋周筆暢咧，為我哋用呢個開學嘅歌曲咧，就展開我哋今日嘅序幕。大家都着到學生咁樣，呢位應該係 Miss 嚟嘅，係 Miss 你好。 Miss 揾乜咁？俾啲問題你哋先。我知道 Hot Cha 咧今日就做嘉賓主持，就會考下我哋啲嘉賓嘅係嘛？考邊個先啊？考 William 先啦，你咁醒目啦，你應該文科理科都咁叻㗎係嘛？唔係喎，兩科都唔叻喎。係咩？咁啊考你啲另類啲㗎啦。好啊 IQ 題好嘛？好，好啊，咁問你啦，A B C D E 5班學生中，邊兩班學生最難教？5、4、3、2、1。E 啊，點點解咧點解啊通常 A 班係最叻噶嘛。我都係咁樣諗開頭。 IQ 題啊？IQ 題啊，唔使咁簡單㗎，錯啦你已經。真係乜嘢答案係咩應該係 C 同埋 E 班，因為點解咧？意思難教啊。好嘢，好嘢，好嘢。 BB，你最叻咩科㗎？梗係音樂科啦，唱歌唔好但係我聽。係偏唔問你最叻嘅科，就問你數學科啦。將個西瓜切開3刀，最多可以切成幾多塊咧？俾5秒時間你。三刀啊！ 4、3。唔係，等陣先。哦，BB 嗰啲時嗱，間。諗啊，我係一個西瓜，你切我3刀，幾多份咧？ 1、2、3。 8。啱咗。啱唔啱啊？ BB 好嘢。跟住落嚟咧，問住咁多先，我哋即刻將時間交俾有張棟梁。係啦 ，Cheers！歡迎今日我哋嘅嘉賓有周筆暢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啲 fans 係咪都係通常叫你做 BB 多啊？係啊。都幾 sweet 啦，其實我都幾開心，我出到街講翻 BB 咁樣，個感覺幾窩心啊！你讀書嘅時候咧，成績幾好㗎係嘛OK 啦。咁但係你有咩辦法去減壓嘅咧？讀書嘅時候，即係我自己唔會俾壓力自己咯，係咯。我自己嗰陣時細個啊嘛，由我即係我日日都會覺得冇乜煩惱啊。做咗歌手之後煩惱就嚟啦，係嘛？多咗啲啊。最主要係咪因為你之前嘅唱片等咗咁耐就係呢個煩惱咧？都係㗎。大家等咗有冇2年啊？你上一隻專輯年半到啦。點解要搞咁耐先出咧？今次醞釀。醞釀啊！多謝啊！醞釀啲咩啊？醞釀啲好嘅嘢咯。啊，即係你要需要時間去作多啲好嘅歌曲。係啊，同埋俾自己成熟啲咯。好成熟，我見到你㗎嘛。多謝。簡而清講嘢 ，Miss 一針見血，Miss。喂，但係你今次嘅新專輯裏邊嘅主題係講咩嘅咧？其實我覺得都係俾大家聽到一個唔一樣嘅周筆暢咯。好，麻煩你過去準備下先。好，即刻去唱歌。Spring has come again, a brand new morning. But for you and I, it's time to say
beginning. But for you and I, our love has slowly died. Through the years I know that I'll get by, remembering all the times inside my head. 我只要爱你多一天，听你的语言，回到我的身边。我只要爱你多一天，在你肩上搁浅，我可以到达想象中的明天。季节变迁，我的爱不改变。Autumn ends, the warmth and brings the winter. Gone too soon were days of you in her. Okay. 过去总要离开，无论多少感慨，明天总会来。生命没有彩排，无一不是笑和相信依赖。眼泪和心碎也不能让我的心里失去期待，才看到未来。热血人潮人海如此迫不及待，散去又回来。没有某个角落可以置身事外逃开现在。如果我放弃，该怎样去面对那些真挚的爱？谁拥有那未来？爱我的人相信我一直在努力改变所有失败，为你们的存在。爱我的人，感谢你们的爱，就像在寒冷的雪天，等待着一朵花盛開。嗱，今日咧我哋嘅主題就係開始，恭喜晒 William，亦都俾啲掌聲，多謝我哋今日3位嘉賓主持 Hotcha。唔使客氣，我哋 Hotcha 好開心可以喺勁歌做嘉賓主持啊！係啊，仲要多謝呢一度咧咁多位俾我哋考過晒嘉賓啊！真係考起咗佢哋頭先爭啲。係啊，大家啦，09年第2回優秀選咧喺9月26號就會隆重舉行。由今晚節目完結之後咧，就會開始接受大家投票，到16號中午12點就會截止投票，快啲投票啦！Hotcha 幫人幫到底，送佛送到西，介紹下個星期嘅嘉賓啊！好啊，下個星期咧就有嚟自台灣嘅林依晨，仲有林一峰同林以文，有周柏同埋吳雨霏。嘉賓主持有農夫，節目時間幾點做咧？阿 Sa 7點7勁歌金曲。記住收睇係咁，拜拜。